侪人在地前来看台南仁德的二空新村文化园区，经过1年外修复，明仔载要重新来开幕。透过展览甲课程，要带大家了解当地历史，回忆着当年时代的故事。经过年月修复，二空新村文化园区这个所在保存真侪当地历史文物，为着较侪人熟悉这个空间，文化局特别举办宣传活动。过去长久以来，常眷村改建就是把旧眷村推倒，然后这个新大楼盖起来。但是许多过去遗留在眷村的文化，就因为眷村的荒废而流散了。二空新村文化园区是台南第2个贯穿文化园区，会伫咧明仔载正式开幕。这边安排活动，会透过展览和课程，让大家来想起当初时的时代故事。里面除了展览之外，也包含一些眷村文化的体验，甚至于是这些在园区当中的军机的一些讲解。邀请全国民众同齐来遮佚佗行踏，了解历史故事，顺续食在地好料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